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这一份爱的礼物，是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份从你而来的礼物，是多么的珍贵。你为我们复活，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许多许多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数算不完的恩典。主耶稣，谢谢你。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
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下，在这段时间，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了你什么样珍贵的礼物？除了他为我们而死，除了他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他还给了我们什么样珍贵的礼传物？给每一个人，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主啊，你这无价之宝，是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主耶稣啊，这是何等的珍贵！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每一天，主，我们可以记住，主耶稣啊，我们每一天都要用感恩的心去感恩每一件事情，感恩主从你而来的恩典满满。主耶稣，谢谢你。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这时候要来举行圣餐，要奉主的名欢迎我们在场每一位已经接受洗礼或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来领受主的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来领受圣餐。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又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在我们要领受以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夜晚来到主你的面前。你为我们预备这一场属灵的宴席，是主耶稣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宝血牺牲所流出、所打破的，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也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无论在我们当中已经接受洗礼，或是已经坚信你的弟兄姐妹，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与主同亲近。也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洗礼，或是还没有坚信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洗礼和圣餐的意义，让我们能够用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来领受神你所赐给我们天上的粮食。愿主你的灵亲自来圣化这一切在你面前的饼和杯，当我们领受的时候，能够成我们的身体的益处，也成我们心灵的帮助，跟成我们灵命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时候我们要请宗义长老和淑清长老来分饼和分杯。
如果你还没有洗礼，还没有坚信礼，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用祷告，也求主的圣灵来感动带领你，让你能够在教会迦南教会来上基要真理的课程，能够明白洗礼圣餐的意义。当你完全明白的时候，再来领受这一份耶稣为你所舍、为你所预备的祝福。如果你已经洗礼，你已经坚信礼，当你拿到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也请你在拿在手上。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也求神能够与你同在。感谢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自己的宝血来涂抹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成为新的。亲爱的主圣灵，这时候也要与你、与我、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连结，能够成为一家人。也这个时候也可以把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重担，甚至是我们身上的疾病或软弱，可以借着祷告来交给耶稣，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当我们带着劳苦重担，或是背负缓慢前进的时候，让我们借着祷告，能够把一切的重担来交给神，神必要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也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加拿大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这丰盛的救恩。这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也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饼和杯，借着我们在你面前所排列的祷告，愿主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圣灵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帮助。也愿你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一生到老都不偏离，能够一生到老都服侍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进行见证。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芷君，他要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的分享。好，那这时候让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好来欢迎刘芷君，好来做见证和分享。大家平安，平安。也又是我，会不会看腻？那怎么又是我在台上呢？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分享，就是分享在我生命里的几个礼物，刚好跟今天的回应诗有搭到，这样。对，好，有点紧张，等一下。那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礼物呢，就是我觉得可以来到迦南教会是我的第一个礼物。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因为距离的问题，我原本在南崁教会，那就是国中的时候才过来迦南教会这样。那我一来到迦南教会，就是我就觉得天哪，这里的敬拜也太赞了吧？对，就是被吸引住了这样。那时候的生活呢，就是一边是补习班，一边是教会，所以呢，我的青春期就是都待在这两个地方在奔波。对，那我小时候没有很喜欢读书，就是我很喜欢看课外书，就是小说类的那种，但是我不喜欢读书。对，就是觉得怎么读好像都没有读好的感觉这样子。对。就是所以呢，就只能去补习班了。我就是那种要去上课的那种人，对，所以就是都在补习班。
那当然补习可以少去，但是教会不行，因为我觉得补习班就是压力很大，可是你在教会你就是很放松嘛，对不对？对。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国高中那时候，我其实经历很多事情，就是很多很难过的事情，对。但也有可能是国中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脑补，就是一些小剧场之类的，就是很容易 emo 啊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就是很多很难过的事情。但我觉得教会的哥哥姐姐们，就像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木轩哥哥啊、嘉平哥哥，那时候还有什么林荣贤之类的，是一些搞怪几人组这样。对，说他们就是都很关心我，然后就是时不时就是很有趣，就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就觉得很快乐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份温暖是我的一个力量这样子，然后让我觉得在各种难过的时候，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哦，有这些哥哥姐姐都会接住我，所以让我觉得迦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对。然后第二个礼物呢，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考试路上的应许，就是为什么是考试呢？就是我有说嘛，我不喜欢读书。或者是说，就是我不管怎么读，我就觉得我明明觉得我尽全力了，但好像就是读不好这样子，所以其实挫折感蛮重的。对，那我那时候会考的时候，就是考的也没有很理想，但就出现了一个奇迹，就是我用没有很好的成绩，不小心就考上了桃高，因为刚好我是第一届免试入学，就是白老鼠。对，就是会考的第一届。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叫做二免，还有一个叫特招，不知道你们听过？现在还有吗？有吗？有吗？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就是有刚好特招，因为第一届嘛，所以大家什么都在试，然后就有特招跟第二次免试入学，然后好像因为这两个。就很多成绩不好的就可以进50啊，进桃高，就整个被打散这样。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受益者，对，就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我的成绩没有到很好，但是我却上了桃高。我原本觉得很开心，我上桃高这样，结果没想到地狱的开始，就是你不会读书，结果你上一个很好的学校，然后就是高中3年都垫底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哦。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我的成绩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起来？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会不会就是高中3年都垫底，我会不会没有大学可以读啊？就是很焦虑这样。对，但是我的高中3年的寒暑假，真的就是不是在补考，就是在重补修的路上。对，就是都在学校度过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上帝可能也知道我不会读书，那他在高3的时候，因为高3我们不是就很多要重补修吗？然后有些老师他们就很懒惰，直接拿着一本讲义就跟你讲说，你把这个写完这样。然后，所以呢，我高3的时候我就有非常多的讲义可以写，说疯狂的写讲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在虽然学测没考好，但我就指考的时候，就是也是考的，就是没有到很理想，但至少让我上了一个国立的大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就是在我虽然觉得我的未来很渺茫，但是上帝却给了我很多的惊喜，这样就是包括桃高跟国立大学都是一个就是非常值得感谢的礼物。这样，那第3个礼物呢，就是自信心。我刚来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很安静，因为就是我对一个新的环境，我就是很陌生，我就会很焦虑这样子，所以我就也不敢讲话啊，就是从不敢讲话到现在很吵，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对。那我的自信心呢，真的就是
上帝给我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以前很安静嘛，就是我连站在台上都会发抖，就觉得站在台上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当你向上帝求自信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各式各样的挑战，像是夏令营的时候，我不然你就当了队辅，那当队辅你就必须要就是跟这些小孩讲话，你就必须要带他们，所以在当中我也训练了很多。那从当夏令营的队辅，然后又当夏令营的教学组组长，要带人，然后甚至到就是可能在前面还有一个是我在国中还是高中啊，就是有那个 vocal 成长班，应该很少人有印象，但那时候就是世谦牧师跟杰恩姐姐他们在教，就是希望可以培养新的 vocal 的人，所以那时候呢，我非常认真参加。对，虽然有时候聚会没有来，因为要补习，但是我敬拜就是那个成长的那个课，我真的都没有缺席过，我很认真。然后，对我觉得他也是就是上帝在塑造我的一个过程。对，那从当队辅、当教学组长，然后再到我可以站在台上唱歌当 vocal， 然后再到我可以当主领，然后甚至到可能今年有一个可以当主持人的机会，然后就是在学校，然后有 solo 的机会。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帝在我跟他求自信心的时候，他给我的各式各样的挑战。那他就是他不会直接给你自信，他就感觉是给我各式各样的挑战跟训练，让我可以就是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人，然后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可以站在台上跟大家侃侃而谈的人，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第3个礼物，就是上帝给我的自信心。对。那很感谢主，因为有这3个礼物呢，让我不再是就是像以前一样，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没有自信，但是比以前好多了。这样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又没有自信，然后又担心考试考不好啊这样子的人，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接下来上帝又给了我不一样的挑战，他让我知道说我其实是可以去挑战自己的，然后他也给了我新的任务，就是要到新加坡去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新很不一样的，就是一个跳脱舒适圈的一个提醒，一个挑战。那我不知道他之后要让我经历什么，跟就是经历什么样的恩典，经历什么样的带领，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要训练我的一个过程。对，那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箴言3章5节有提醒到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不论你现在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是考试啊，还是就是你觉得好困难哦，自己做不到的事，那我觉得都是先把上帝摆在第一个，然后专心的仰赖耶和华。那最后也送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经文，就是在人这是不能的，但在上帝凡事都能。阿们吗？阿们，阿们。然后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谢谢大家。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子君他的见证分享，还有他在生命当中所领受上帝所给的礼物哦。好，相信透过这样的见证分享，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再次来回顾、来整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好，那也可以带领还没有认识神，或是你还没有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祝福的礼物，但是有一天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在教会，也可以在台上来分享上帝的祝福。我们谢谢子君。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已经从加拉太书来到了提多书。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多书的第2章第1节到第13节啊。好，那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起。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久坐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你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所经历的每一天每一刻，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聚集，特别是透过领受的圣餐，能够与主来亲近。也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信息，所领受的话语，再次成我们的祝福。我们也为子君他即将要前往新加坡的工作还有旅程，也愿上帝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子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健全的教导从我们刚才所读的提多书第2章。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完成了迦南60周年的庆祝，那牧师还是忍不住还要再来回顾一次这是我们迦南开始的照片，这是我们10周年的照片，这是我们20周年的照片，这是我们30周年的照片，这是我们庆祝40周年的照片。牧师是在那一天封牧成为迦南教会的青年牧师。这是我们10年前庆祝50周年的照片。终于我们也留下了60周年的照片，就是在上个礼拜5的感恩音乐会，跟上个礼拜天的这个60周年的感恩礼拜好，那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给迦南祝福是越来越多还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因为人怎么样？人也越来越多。好，至少从照片上来看，人是越来越多的。那我们也要开始期待说，那在70周年这个照片会长什么样子？你觉得呢？那就是留待我们接下来这一代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创造70周年的照片。我们要让它长什么样子呢？这是我们在60周年在桃小我们所一起来留下的合照，也是透过大家一起的努力行动，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所能够邀请的、所能够找出的人，都尽力的来找出来，一起在这边来庆祝，也来回顾。而在这样的庆祝回顾当中，也看见上帝在迦南教会他的恩典的祝福。但是这条路呢，好像是经过一个历史的隧道，这条路呢，好像是经过一个岁月的走廊，就是让我们从回顾到以前，但是我们还要再继续通往前方的道路。所以虽然我们回顾了前面的60周年，花了几个月或是一整年的时间，我们在努力的回顾，在回想，让我们这一代的人还可以看到60年前他们所经过的脚踪。但是我们要努力的是，我们前面要通往什么样的道路？而我们今天所读的我们在前几天所读现在还在读的加拉太书即将要读完，跟我们现在今天要分享的提多书，其实也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上帝的福音的话信息，它穿过这个时空，已经穿越了将近2000年。甚至呢，在这当中，第16世纪的时候呢，宗教改革，因信称义，让这个基督教会呢有了一个新的样貌，从初代教会而能够脱离翻转，能够有一个样貌。这一切都是看见，让我们明白说，神他永不改变的爱和道理，就是罗马书3章所说的：世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如今因着神的恩典，基督耶稣的救赎，希望我们可以白白称义，让我们都能够每一个人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地位，每一个人你都有机会来领受台上的这一份的圣餐，这一份的礼物。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够来领受。而这样的愿意呢，是从我们的信心当中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持续的向着前面的标杆来直走，是我们在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来努力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继续向着前面的标杆来直走，我们要继续向着前面的标杆来直走。
今天在我们所读的提多书，好，是牧师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好，这卷书不是只有喜欢它的内容，我喜欢这卷书里面的人物，还有这一卷书他所带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好，就是提多，好，被保罗差派到地中海的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叫做克里特岛。好，有没有人去过克里特岛？好，没有，牧师也没有去过。好，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好，这个克里特岛呢，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地中海非常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气候，有非常这个希腊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就直接在海边，好，在这个岛上，而且呢，这岛上呢充满了这个各样的这个基督教的洗礼和祝福。但是从提多书让我们看到，这个岛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这个岛上的人呢，好，在主前6世纪，也就是保罗写提多书的600年前人，他们怎么样形容这个岛上的人呢？这是在提多书第1章第10节到12节所说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克里特人。来，克里特人老是说谎，是害人的野兽，好吃懒做。好，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谎的朋友？有没有害人的朋友？有没有好吃懒做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不晓得你会想要跟他做朋友呢，还是你想要把福音传给他呢？好，但是呢，在保罗写这个提多书之前呢，60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克里特出身的诗人。那这个诗人写的诗呢，他就是在形容这个岛上呢根本是没救的，没救。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克里特这个字呢，是一个骂人的话，是一个骂人的话。你很克里特哎，就是什么意思？代表你就是一个爱说谎话的人。你很克里特哎，就是你就是一个渣，好，你总是败坏好我们的这个团队，是害人的野兽。你很克里特哎，好，你就是一个好吃懒做。但是今天如果说你要不要去克里特，哇，大家说好。但是在2000年前，这个岛上并不是这样。在2000年前，保罗把福音透过他的同工把福音带到克里特岛上的时候，之前这个岛上是恶名昭彰，因为这个岛上的人呢，不仅爱说谎，又恶又懒，根本就是没有人可以救他们。但是呢，原来克里特岛上的人，他们是更早以前3000年前的加斐托人。加斐托人是谁呢？就是他们是从海上民族，从这个克里特岛坐了船，制造了船，然后呢搭船划船到了这个迦南地，所以他们就成为迦南地的什么人？非利士人。所以有没有读过大卫的故事？大卫对那个歌利亚就是非利士人。所以在克里特岛上的前身呢，这一群人呢，原来他们就是非利士人的祖先。非利士人的祖先叫加斐托，就住在克里特岛上。他们就是目无法纪，他们是没有法律可以管。甚至这个加斐托人更有这个考古学者认为，他们是从埃及来的。他们是从埃及逃出去，然后去到了克里特。就在克里特岛上呢，几千年前，然后他们就在岛上生活。后来他们就侵占了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看到，不论是士师记，甚至在摩西的时代，就有这些非利士人会来搅扰他们，而且非利士人非常的不受教。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保罗他如何把这个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好消息，可以说让地中海上的一个恶魔岛，这每一个都是恶魔，又爱说谎，又好吃懒做，而且呢个性又糟糕，但是能够成就今天在地中海当中的一个美丽岛呢？从这个这么短只有3章的提多书呢，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线索。所以牧师要透过提多书来和大家分享。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让一个恶魔岛变成美丽岛呢？来看一看，保罗所做的跟你所想的有没有一样？第一个，保罗做的是什么呢？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大家说一次。保罗翻转这个岛，克里特上那个时候大概有4个城市，北边有3个，应该北边2个，南边有2个。但是保罗要求
提多要在每一个城都要设立什么长老？我们来读提多书的第1章第5节，请我把你留在克里特，目的是要你处理那些还没有办完的事物，并且在各城市设立长老。所以意思是，这个提多来到克里特岛之前，保罗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克里特？有没有？有，他有去过，所以他才把提多留在克里特。所以他也知道说克里特这个岛上的状况。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克里特岛上的人是又饿又懒，他们是好吃懒做，又爱说谎，是恶兽，是害人的野兽。但是呢，保罗把提多留在那个地方，并且要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每个城市都要设立什么长老。在上个礼拜5的音乐会，我们庆祝60周年，我们看见这个长老也，保罗给长老一个任务，就是怎样要让恶魔岛变成什么美丽岛。在迦南的60年来，总共设立了几位长老？57位长老。好，那我们今天如果你有拿周报，在我们周报的第3页，也有把这57位长老以及他们是在哪一年在迦南教会开始担任长老的那个年份都写下来。那用整理这一份的资料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些长老其实是谁所设立的？神，对，跟你旁边说，长老是神所设立的。在我们的长老教会的法规当中，不仅是长老是长老，在长老教会的制度里面，牧师也是长老，牧师也是长老，牧师叫做教诲的长老，teaching elder。那这个长老呢是治理的长老，就是 ruling elder， 他就是要做治理的工作。所以不论是我们有57位的长老，还有15位的牧师，这每一位的牧师长老呢，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6的音乐会当中，感恩音乐会当中，我们特别有一个长老走红地毯，然后我们来尊荣这一些的长老，是让我们来回顾他们过去在教会当中所努力的。所以长老可以让恶魔岛成为美丽岛。说一次，长老可以让恶魔岛变成美丽岛。那长老他有3头6臂吗？长老要怎么样让恶魔岛成为美丽岛呢？长老要做的就是说一次，先身教才能言教。不论你是 teaching elder 或是 ruling elder， 治理的长老或是教导的长老，你都要先身教。保罗这样子告诉提多说，第6节，当长老的必须是怎样？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够有几个老婆，然后他的儿子女儿都应该是什么？没有放荡，而且不受管教的事。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做上帝的管家，就应该是无可指责。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好，在和本就是那个领袖就是长老，而且他必须不傲慢、不暴躁、不酗酒、不好斗、不贪财。第8节我们来读，要乐意接待人，喜欢做好事，专尽至重，要正直圣洁，能管束自己。第9节，他必须坚守那可靠、符合教义的教训，这样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所以长老要怎么样有说服力呢？就是要先身教，才能言教。好，说一次，先身教才能言教。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小组当中，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你有没有一位让你敬仰的长老，在你的脑海当中，或是周报这57位当中，在迦南的当中，或是你曾经在其他的教会，或是你所认识的这些长老，让你所敬仰的原因是什么？我可以分享一位其实有很多位啦，有很多位，但是我想要特别分享的一位是编号20号许福昌长老。我今天分享，但是我明天不会分享他，我明天可能会分享别人。我分享他的原因呢，是我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在已经没有在小会里面他1991，我是2005年来，那时候他也因为在当医生的关系。可是呢，有一次开小会的时候呢，
就请他来列席因为要讲一些关于10几年前教会那时候小会议决的事情。那时候许福昌长老就是许淑薇的爸爸，他来的时候呢，他来开会，然后呢，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他的印象是，那大概是在第几300多少次的小会当中有讨论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的议决，那时候我简直是吓到了，说他连那个第几次的小会，是几百次，因为他要做小会的书记。所以他对于这些在小会当中开会所讨论的事情都很印象深刻，或是你也可以分享哪位属灵长辈所留下的身影，让你看到他们怎么样活出圣经的话。所以保罗告诉提多这样子讲，这样当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成为一位长老，你要能够去教导，你要能够活出一个健全的教义。而这健全的教育就是要先身教，才能够言教，这是第二。第三，保罗如何让这个克里特的恶魔岛转化成为美丽岛呢？就是要非常的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要避免神的道怎么样被毁谤，不是这个牧师的名字被毁谤，不是这个长老的名字被毁谤，不是这个克里特教会的名字被毁谤。是要避免什么被毁谤？神的道，避免神的道被毁谤所以提多书第2章，保罗这样说：至于你的教导必须合乎健全的教义。你要劝老年人，要他们严肃，有好品格，管束自己，有健全的信心、爱心和耐心。你要劝年老的妇女，要行为谨慎，不可搬弄是非，不可做酒的奴隶，要做好榜样。第4节。要善导年轻妇女，训练她们怎样爱丈夫和儿女。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怎样管束自己，要贞洁，勤于家务，慈善，顺服丈夫，免得上帝的道受毁谤。所以这里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没有，它的重点来说就是好好爱你的家，好好兼顾你的家庭。教会，这个教会，保罗把福音带到了克里特岛上，建立了教会。而这教会要有健全的教义，要有身教，就是这一些的长老们都要怎样，好好的爱自己的家庭，打造自己的家庭。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长老、这些领袖没有在自己的家庭上面好好的建造、好好的来爱的时候，上帝的道就会可能从这些长老身上怎么样？受到毁谤。哎呀，你们基督徒还不是一样婚姻也不怎么样，孩子也不怎么样，你们的自己的品格品性也不怎么样，你们凭什么来跟我们说信耶稣有多好呢？如果你想要来信耶稣传福音，你就必须要好好的来爱自己的家，建立自己的家，这是健全的教义提多这个人保罗特别拣选他。所以从第7节开始呢，保罗就对提多说，前面是说你要去设立这些的长老，这些长老必须要有这一些的条件。从第7节开始都是对提多这个人说的。第7节我们来读到第8节，你自己呢，无论在什么事都要有好行为，做别人的模范，教导时要诚恳严肃，言语要恰当，让人家没有批评的余地，这样那些敌对的人，因为找不到我们的错处，就会觉得惭愧，无话可说。原来进攻传福音，防守管好你的家，哪个比较重要？都重要。但是你不断的在进攻，不断去传福音，叫人家来教会来信耶稣。可是当人家来了教会，看见你的家庭，看见你的生活，更认识你之后，发现，哎呀，你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不洁的人，也是一个污秽的人。他能不能够被改变、被影响？没有，所以你要防守。当我们要去进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要先防守好，让你是无可指责，免得上帝的道怎么样受毁谤。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希腊人，
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希伯来人，他还没有认识上帝，所以他没有受割礼。他是因为传福音，他可以说我们今天来说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他不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他是被人家传福音来信耶稣的。但是保罗称提多是我的真儿子，做我真儿子的提多，我写信。所以保罗不晓得他有没有结婚，他可能是没有结婚，所以没有结婚就没有小孩，但是他却把提多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照顾，所以他把自己的儿子派到那个恶魔岛上去。你会派你的儿子去恶魔岛上？你想要把你的儿子送到美国去啊，送到加拿大去，好，能够让他送到第一志愿去，好，然后能够让他在这边好的环境，好，你可能要让他享受这个世界。但是提多说，这是我的真儿子，是我在属灵里面生出来的。所以提多可能是保罗带领他来信耶稣，而且陪伴他、训练他。而且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辩论，就是《使徒行传》第15章，到底信耶稣要不要接受割礼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带着提多一起上去的。这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有看到。而第二次布道旅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开完会，所有受洗的基督徒不用受割礼，是好消息啊！你们不用再像犹太人一样守这些犹太人的律法。之后，提多他是外邦人，他也没有受割礼。他都一直跟保罗在一起，好像是他的属灵父亲一样，成为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7章都有讲到，那时候保罗被哥林多教会误解，哥林多教会气保罗气到一个恨到牙痒痒的程度，保罗甚至自己去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误会，因为保罗就是关键人物，在哥林多教会好被骂得臭头要死。那因为保罗在那边教导很严厉。而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淫乱混乱，所以保罗在那边开刀之后呢，被哥林多教会攻击。可是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那是哥林多前书是第2封信，哥林多后书是第4封信，有一个第3封信呢是保罗流泪的信，因为他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束手无策，只能够流泪祷告。但是第4封信是提多带去的。而第3封信是提多带去的，而这第4封信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提多去把哥林多教会误会保罗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掉了，把它解决掉了。连保罗自己去那边亲自去说明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居然是提多他有这个能耐，把这样子的一个化解误解呢，把它给解决掉了。所以后来，这个提多，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要哥林多把他们的为耶路撒冷奉献交给提多，那保罗自己要把这样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难怪为什么保罗要派提多到这个恶魔岛，是因为提多跟在保罗的身边，接受这些的训练和考验，所以他能够去知道提多的能耐，知道提多他的能力。所以保罗告诉提多说，至于你的教导必须怎样合乎健全的教义，就是跟每一个城市的长老一样，必须要好好管理爱自己的家。我们不晓得提多后来有没有结婚，我们也不晓得后来提多有没有小孩，但是提多他留下来的这个提多书呢，是保罗写的，甚至提多在圣经当中连一句话他讲过什么话都没有被记载，但是他的脚踪、他的事迹，还有他所去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串起来，发现提多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而保罗让这个恶魔岛变成美丽岛，他的目的就是要这一群在岛上的基督徒，长老也好，提多也好，所有在岛上这个教会，在这个岛上做礼拜的基督徒，都要在今世过一个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所以保罗告诉提多说，你要劝奴仆，要他们服从主人，因为那时候很多的奴隶，那时候不能够像我们这样子有这样强调人权，强调自由，强调民主。但是保罗要提多去教导这些奴隶，你们只能够，虽然是眼前你们的身份已经成为奴隶，不能够改变命运，但是你们可以透过信心
讨主人喜悦，不要顶撞他们，不可以偷东西，要表现忠厚可靠，在做的一切事情上面，让救主上帝的教义更受尊重。就是说，即便你是一个卑微的奴隶，被看轻的人，但是因为你对神的爱，对神的道好守住，所以连你的主人都对你没有可以指责、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这样子就可以让神的道在这个岛上，克里特岛上显明出来。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全班都在作弊，只有你不作弊？为什么整个办公室好，大家都在偷懒，能捞则捞，能混则混？为什么只有你要认真的做事情？为什么这个环境大家都乱丢垃圾，随地吐痰？只有你好坚持要拿扫把，要拿抹布，要把这边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你是透过做这样的事情，把神的道显明出来。所以11节，上帝救全人类的救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在世上过着自治、正直、敬虔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做的，你还愿意去做？大家都能够闪的就闪了，你还却是愿意从头做到尾，因为你是先领受恩典的人，而你有这个的恩典，就训练你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好，即便做得再恶，做得再累，但是你想到上帝给我的恩典这么样的多，你就怎么样？不觉得好，这算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A2 上课当中，好，也有分享爱弟兄跟爱众人。那牧师也有分享一个例子，一样的，明天主日不一定会分享，但是我今天分享，就是我分享到说，这个我们有一个长老，加深长老，那他的组员当中呢，有人告诉他说他不想要服侍，因为他受伤了，他觉得他应该要休息。但是加深长老也跟他分享，让我也听了也很感动，说，其实他说他自己也很常受伤了，就是做得很累，结果人家还来跟他很严格的、严厉的，或是人家不领情，说你怎么这个没有做好呢？你怎么这个没有做呢？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60周年办完，或是我们的音乐会办完。很多人可能会给你掌声，给你鼓励，但是你可能会听到有人在后面责备、指指点点，这个怎么没有做，那个怎么没有做？你听到你的反应也有可能会受伤。但是加深长老说呢，他是跟他的组员来分享说，但是呢，每一次他受伤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到耶稣他也受伤，但是他想到耶稣他虽然受伤，可是他却没有像我们一样说他就不做了。耶稣他受伤，可是他没有说那耶稣也要休息。耶稣没有想到说他在十字架上很痛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很痛苦，我可以先下来休息1小时，然后我等一下再上来。没有，耶稣他是完全的牺牲，愿意完全的摆上。所以因为耶稣他是住在恩典当中，所以让他在这个恩典当中训练他弃绝这些不敬虔的行为，弃绝掉那些属世的私欲，让他能够在世上过着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所以牧师也鼓励大家，要来参加我们这个 A2 长大成熟跟你旁边说要参加 A2 长大成熟，要参加 A2 长大成熟。A1 是什么？初信造就。A2 呢？长大成熟。参加这个长大成熟呢，其实就是一个训练。这个训练不是只有你来坐在这边听课，这叫训练。这个训练是你要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要你请上8楼，从信心1楼，然后呢，能够不断的开始往2楼、往3楼、往8楼的方向来移动。这是一个训练，因为保罗告诉提多说，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还有属世的私欲，让我们在世上能够过着自治、正直，还有敬虔的生活。所以这是保罗在克里特岛上所给提多的教导。第一个就是要
设立什么长老，第二个要先怎样身教，才能够怎样言教。你要去教导别人之前，你要先把自己要先做好。你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要先把自己的胡子怎样刮干净。第三，要避免神的道被怎样毁谤，不要让上帝的话语被打折扣。上帝的话好说一就是一，上帝的话说二就是二，上帝怎么样说我们就怎样做。但是你自己把上帝的话打折扣，就会像亚当、像夏娃一样，把上帝的话打折。哎呀，上帝没有说不可以吃啊，他也没有说吃的那天一定会死啊。你就是去吃碰看看嘛，好就去拿看看嘛，你也不一定会死啊。把上帝的话一打折扣之后，神的道就被魔鬼、被撒旦、被蛇毁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把神的道能够活出来呢？好，结论就是要充分运用你的职权14节，基督为我们，第2章14节，为我们献上自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归属于他，热心行善。好，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讲论这些事，充分运用你的职权来劝勉人或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所以保罗对提多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群的长老，你要从这些的信徒当中，把他们训练成为长老，然后再把他们派到各个城市，让每一个城当中都有个长老，能够成为那个城当中的明灯，能够照亮这个岛，让这个岛的黑暗能够驱散，而神的话能够住进来，住在这个岛上。这些长老们，他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都有坚定的信心，不打折扣，而他们都能够成为一盏明灯来照耀。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讨小，我们很高兴，我们的这个有这个议员，我们可能你知道这个议员是谁吗？黄议员还有立委是万立委，他都来到我们的现场虽然在礼拜当中没有机会邀请他们不过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寄迦南教会的邀请卡给他们那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教会的这样的活动虽然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外面运动会和园游会但是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很多他们来跑拖都是说来支持一下露个面然后就赶快走。可是他们真的在我们当中留了很久留了很久那甚至还有跟这个立委聊立委聊到说他的妈妈也是以前在教会只是他的妈妈嫁给外省人之后，他就没有机会去教会但是这个立委说他心里面呢一直还是比较看重的是教会那也鼓励他说你也可以来参与教会所以下次教会有活动我们也可以邀请这个立委。但是我要讲的是，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做的这些事情，是因为要让神的道被听见，让上帝的话被宣扬，要充分运用你的职权。所以他们看到牧师其实他们已经看过我很多次但有时候是用不同的身份，但是当他们这次在教会看到我之后，以后他们就会认识这位牧师，也会知道这就是教会的牧师，然后就能够跟他们来建立关系，就能够跟他们来有更多的互动。所以这个运动会的隔天没多久牧师就跟这个立委说，我们明年要办一个北一区的联合聚会，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更大的场地你可以帮我们找呢我早上7点多赖给这个立委，然后呢8点多立委就打电话来说，牧师我跟你报告一下我已经打电话给我们的体育局的局长了然后呢问他这个场地可不可以用然后呢我还问了谁这个真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让牧师非常的有这个盼望说明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北一区联合的活动呢是指日可待但是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职权。或许你可能只是一位小组长，或许你可能只是一位夏令营的同工，或许你只是一位在教室里面默默传福音、搬桌子、扫地
好的一位小的基督徒，但是上帝可以使用你的职权，能够好来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为可能了。这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完，跟迦南教会同年的这个南门市场烧起来，这烧起来呢，哇，真的是很严重，所以牧师仪在那个里长的群组上面看到，就马上跑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会友住在那边，也有在里面工作上班，所以牧师也很担心，所以到现场呢，就想办法能够看到说有没有烧到我们会友的这牧师剪头发的地方，都在南门市场里面。我也很担心我的以后没有地方可以剪头发，但是呢，还好上帝保守。可是隔天天亮又再去看的时候，发现说真的是烧得很严重，大概有1/3，以上的摊位呢，通通都是全毁受损。所以也在这个也跟这一些在市场里面的这些会友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有需要，教会有这个急难救助金可以申请，然后也透过管道也跟这些说，如果你们一样在市场当中的这些摊贩，如果他们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也可以来跟教会申请急难救助金。就今天就有2个市场上里面卖衣服的，一个是卖贴身衣物的老板，他们都带着眼泪进来教会，牧师就跟他们谈，了解说原来他们在市场的生活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辛苦真的是还要辛苦。虽然他们礼拜天没有办法来教会，可是他们全部的家当，有一位是单亲妈妈，她的女儿才国小6年级，她就是只能够供应要养她的这个女儿，然后靠着卖衣物来维持。结果她现在所有的货、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证据，她已经在市场里面做了20-30年，这东西通通都没有。另外一位卖衣服也在市场里面做了10几年，现在这一夕之间都没有。而且现在这个市场要在营业，不晓得要再等到什么时候。有的说过年前，有的说尽快，有的说我们干脆这个时候就来重建吧，把它盖成台北的南门市场，然后还可以有地下街这样，那这样要多久？很久啊，很久。那这段时间他要怎么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活。所以他来到教会，听到说教会有一个急难救助金，虽然没有很多，可能只有2万块，搞不好只有15000块，但是至少在这当中，就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在今天的信息最后，牧师要为这个急难救助金来募款。这个急难救助金怎么来的？并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的奉献，是因为来自于1919这个急难救助的募款。每一年20几年来有很多募款的行动、募款的活动，让这个有这样的急难救助金的款项，能够去帮助许许多多的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4个家庭，不是4个家庭，4个摊位，在南门市场当中有4个摊位，已经帮他们申请急难救助，可能需要更多，但是这个急难救助金给得出去吗？给得出去，因为有这个募款的行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影片。大家好，我是2025年1919单车环台的募款勇士陈柏志。1919单车环台是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每年最重要的公益募款行动。今年我们将连续第21年启程，38位全程勇士与18位接力勇士将从12月20日出发，以15天顺时针骑乘1300公里环台1周，深入100个乡镇，探访30个1919服务中心，为急难家庭筹募救助金。22年来，我们已帮助超过17400户急难家庭，不止金钱，更有心灵的陪伴。经济越不景气，越需要有人伸出援手。邀请您与我们一起陪急难家庭撑过人生最难的一段路。1919爱走动，齐心齐力救救救！捐款请搜寻1919单车环台，愿上帝赐福您。也是神所藏的这个急难家庭
20几年，好，每一年大概最少好就是可以募到400万以上，好啊，但是呢，他从400万开始，好到后来，好像10年前我参加，好那一年可能募到3000万，好就是1年就可以募到3000万，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好这样多累计下来，好已经好超过上亿的这些急难的这个募款，好来帮助这么多急难家庭，所以我相信在南门市场这次的火灾所遇到的呢，也是一个机会，好也是因为有这些年来的努力累积，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好就把这样的关怀，把这样的需要好真正送到真正需要帮忙的人，好但是牧师在上面有一个 QR code， 就是我也邀请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捐1000块钱，好来帮助这个急难家庭，可能这1000块钱不一定是直接到南门市场的摊贩里面去，但是这1000块钱可能可以化成1000个希望的种子，或是化成更多的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当中，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可以成为他们的遮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看见克里特岛是一个恶魔岛，在岛上的人说谎，又饿又懒，像野兽一般。但是上帝，你的话，你的道改变了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有了盼望，让人的生命有了新的契机。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来动工，特别是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人，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没有机会来听信福音，但是神，你要我们坚守神的道，坚守神的话，要建立我们的家，要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这样子美好的见证，有健全的教义，能够从身教到言教，让听见的人都能够得益处。主，我们要再次为南门市场的大火来祷告，为着这100多个摊商，有许许多多他们断了生机，他们顿时失去了收入，他们不晓得明天或是下个月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主啊，求你在他们的身边，透过无论是急难救助，透过政府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教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透过祷告的力量，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带到需要人身边。我们在面前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最珍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舍的生命。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份爱的礼物，也愿这份爱的礼物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与人分享，将这爱传给每一个人。再次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礼物。无论我们所受的苦、所受的委屈，或是我们所受的训练，都是恩典的训练，也是恩典的委屈，也是恩典的苦。因为再多的苦，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来承受。让我们愿意为主多走一里路，让我们愿意为主多付出一份的心力，让我们能够坐在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也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求你再次教导我们，你将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教导我们来遵守，让我们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有身教和言教，能够把上帝的话语传给更多的人。愿主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有我为你的尊贵记名，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主耶稣，谢谢你让这份爱的礼物可以降到这个世界上，谢谢你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也要将这份爱分享出去，我们要活出你的样式，让人不会小看我们年轻。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我们的金钱为你所用，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拍手。我是站在神国度的器皿，我是站在神大能的器皿，倾听发亮神的荣耀，
来宣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一起来拍手。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瘸腿的要行走，瞎眼的要看见，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情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左眼左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让我们大声的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帮助，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领受神的道，而活出健全的教义，能够与人来分享，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好，又是我，我现在要来报告。好忙哦。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吗？没有，跟你旁边的说很高兴今天可以看到你。高兴今天可以看到你。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60周年系列的活动已经全部都完成啦。哦，还有一个就是特刊啦。那我们特刊呢，就是可能明年才会出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个60周年的影片，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
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恩典满满。好，那我们继续报告。牧师有什么要说、要补充？继续报告。好，我继续报告。OK， 暂停一下。好的。好，下一页。好，本主日举行本年度第6次的圣礼典。那兄姐成为本会欢迎这些人可以成为本会的一员。成人洗礼是邱瑞贤，然后坚信礼有允杰、诗涵、博成，然后信仰告白有耀宗跟义胜。好，那明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圣礼典，然后祝福他们这样。好，那也欢迎玉慧成人会籍转到我们的教会，那他今天没有来，他明天会来。对，好，圣诞糕有意购买者，请在49号的1楼登记缴费，到11月23号截止哦。接下来我们要来庆生，我钻到钢琴下面去了。我们请11月的寿星有吗？11月份的寿星，欢迎，到台上，陪我。生日快乐，一起来唱，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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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的寿星祷告。爱童也跑下去了。好，那我们一起来为寿星代表啊，在我们周报上面有62位的寿星哦。好，那我们在台上有1/62的代表。好，我们一起来为雨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要为着每一位11月份生日的寿星们，为他们来献上感恩祝福。在这个感恩的月份，也愿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来彰显出神你的爱，也在彰显出神你的同在。愿神你也保守每一位寿星们都能够出眼蒙福，入眼蒙福啊！特别也祝福他们在今年当中能够经历神格外丰盛的恩典，使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上帝的同在。愿神赏赐有健壮的身心灵，也赐给他们有美满幸福的家庭，能够以健全的教义来容神益人。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们感恩、感谢、祷告、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生日快乐！我们也帮他鼓鼓掌，第一次在我们的青年礼拜诗情，有没有很棒？很棒，是我们的器皿 ，good， 好。接下来新任长职训练在本主日的1点，在本堂2楼礼拜堂举办。那请所有新任长职出席。花卉小组定期会也是1点的时候，在402教室开会。松大讲座11月12号礼拜3 10点半到12点，因为它是线上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参加。解梦系列从做梦了解人的性格，是王荣义牧师来为我们做这个讲座，大家可以参加哦。7到9月图书借阅达标，名单如下：6本，黄小荣他借了6本书，然后杨荣慧跟庄雅竹他们借了3本书，一个得到300元的礼券，然后2个得到100元的礼券，恭喜他们！好，核心同工退休会在11月15，就是下礼拜69点半到5点在教会举办。那所以请2025年还有2026年的核心同工都要参加哦。如果是在11月12号礼拜3之前，在赖官方账号上面报名。接下来纸本新眼光，请小组长统计需要2026年的纸本的新眼光的数量，然后11月30号呢填写在线上登记表单，向嘉玲执事登记。
竹中妇女部一日游，12月6号礼拜六为年会暨欢庆70周年庆感恩礼拜，报名费每个人900，要参加的人可以洽处语长老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我忘记自己的见证。好，我今天有见证，所以我有礼物。节目是帮我颁奖，好荣幸哦。来鼓励这些每一位上台见证的一份小小礼物啊，请他去 7喝咖啡。好，我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的那个垃圾出去要丢哪？圣餐的那个杯子跟袋子要记得拿出去，然后门口有垃圾桶可以丢，就是应该是一个蓝色的小垃圾桶，对不对？是吗？是吗？招待组是好 ，OK 啊，大家要记得带走，不要留在这哈。好，嘉青在舞台左侧 ，YZ 不，舞台左侧这里 ，YZ 在吧台旁空地，好，谢谢大家。